個客叫你 send 啲資料俾佢睇下，你認為應唔應該 send 呢？嗱，90% 嘅情況咧都係唔應該 send 嘅。我相信你過去亦都好大機會遇過，當你 send 完資料俾個客之後咧，佢就從此消失於世上，係咪？因為事實上其實佢唔係想睇資料啊，佢只係想打發你走咋。你要明白，每一個真係有心買嘢嘅人，佢只會恨不得有個人動喺佢面前詳細解答佢每一個問題，而唔係自己去閱讀一份冷冰冰嘅什麼銷售文件或者資料啊。所以當你下一次俾你嘅客戶要求 send 資料俾佢睇下嘅時候，你可以答佢 send 資料俾你冇問題啊，但係因為資料嘅內容比較多，可唔可以花3分鐘時間俾我了解一下你最關注嘅係邊部分？等我撮要有關部分嘅資料俾你睇下。Nice， 將話題帶翻去佢嘅需求上。如果佢咁都唔肯同你傾嘅話，其實佢根本唔係想睇資料，佢只係想打發你走嘅啫。如果你想更加全面深入咁學習銷售技巧咧，去評論區睇下啦，有啲課程俾大家參加嘅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